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！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上帝的面前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我们还没开始分享前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主你的同在，带给我们有平安。感谢主你的同在，也让我们在你的保护里面来得到安稳。求主你继续的来看顾我们，也感谢主有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带给我们感动，也打开我们的心，透过主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还没开始分享前，牧师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。我们在上一个礼拜教会我们有遇到台风，那感谢主，我们的教会一切都平安，也没有任何的建筑或者是外观因为台风的因素来受到破坏，这是我们要感谢上帝的。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，我们要透过撒母耳记下6章1到5节跟12节到19节，要一起的来分享，也一起的来思考，到底今天的信息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。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感谢刚刚这个正杰执事带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会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就是约柜。而约柜在旧约里面，它所代表的是一个上帝的临在，所以意味着约柜的出现，也是因为上帝来跟大卫同在，让他在这执政的40年的时间，透过大卫的敬拜赞美，让大家知道他所在意的是耶和华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大卫他爱上帝，是提醒我们大家对上帝要有认同跟委身，进一步在这个当中来看见成长的价值。所以我邀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再一次来思考，也再一次的来认识。如果手头上你有带圣经的，请打开圣经；如果你是用手机的，也请你把手机打开，调整到台湾圣经公会的网页，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6章1到5节跟12到19节。我们延续上一个礼拜我们的信息，上个礼拜的信息在撒母耳记下5章，特别我们要看9到10节的这个经文。撒母耳记下5章9到第10节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大卫日渐强大，耶和华万军的上帝与他同在。所以透过上帝与大卫的同在，让他在整个执政40年的时间，国家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我们会看见说，在上个礼拜撒母耳记下5章9到10节的经文里面，带给我们有2个很重要的意义。第一个意义就是在于政治上，大卫成为全以色列的君王，所以北以色列、南犹大2个地方的首都全部都废掉，大卫取耶路撒冷城来成为以色列的城市。而我们回到经文当中看见，在宗教上，就是今天大卫把约柜带进了耶路撒冷城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里面，我们看见说，耶路撒冷城它成为了一个宗教跟政治的中心，透过这个样子来代表着上帝临在以色列，等于上帝来跟大卫同在。我想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要去认识约柜这个东西，到底约柜对以色列人民来讲，它的价值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从出埃及记25章开始，就会陆续看见约柜的出现跟约柜的记载。
约柜它像一个箱子，这个箱子的两侧有金环，而约柜的前后都有这个杆子，意思就是说，约柜可以提起来，也可以扛起来。这个在整个出埃及记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会看见说，出埃及的人民他们在流浪旷野的过程里面，约柜是要扛起来或者是提着走。而在旧约的古老诗歌当中，我们会看见约柜象征着上帝与出埃及的百姓同在。我们要知道，在整个旧约里面，耶和华他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，可是约柜它所象征的是上帝是看得见的，所以这个上帝他看得见的时候，代表着百姓因着这个约柜去象征、去感受上帝与他们同在。透过这个样子，我们会去看见说，约柜代表着上帝，而约柜它在整个出埃及的队伍里面，它在前面透过这样来代表着上帝的带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约柜在整个旧约当中，它是象征整个同在的记号。所以在以西结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记载，就是 Shekhinah。什么叫做 Shekhinah？ 这个意思就是约柜不见了。可是，在以西结先知的解释里面，他说上帝是坐着约柜，在全世界到处走来走去，也代表着这个上帝是一个普世、一个没有任何界限、空间限制的一个上帝。所以，透过这个样子，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会很明白的知道说，约柜在整个旧约，它所代表的是一个上帝的形象。而这个约柜里面还放着10诫的石板。可是我们在12节到19节的这个经文里面看见，大卫对约柜的重视是在于什么？是在于当今天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大卫透过敬拜赞美的方式来表现他对上帝的看重。所以不管是唱歌、演奏乐器，大卫的动作都是让扫罗的女儿米甲看不起。可是我们在经文的当中，特别在今天的这个16节开始会看见，米甲因为轻视轻蔑大卫的行为，所以米甲他的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生儿育女。这样的一个结论，就好像创世纪12章3节，上帝对亚伯兰所说的：“诅咒你的，我要诅咒他。”这代表着诅咒是上帝的福分没有办法临到大卫的身上，没有办法临到米甲的身上。所以我们看见最后这里出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：大卫是奉着耶和华万军上帝的名来祝福大家，表达百姓在上帝的全能当中得到满满的恩典。我们会看见今天为什么会取这2处的经文，而跳过乌撒这一段经文。其实我们会看见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其实要强调的是，大卫他最在意的事情，就是上帝的同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从第1节到第5节、12节到19节这2处的经文，我们会看见说，大卫他在整个面对约柜的态度上，他准备了新车，手舞足蹈的充满快乐。事实上，大卫他爱上帝是用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。可是我们提到大卫，我们都一定会跟扫罗去做一个对比。扫罗他这辈子当中，他完全没有想过约柜这个东西，所以他把上帝当作是一个仆人，认为说今天上帝你要听我的。甚至扫罗他认为说，反正我有祭司，我有以弗得这样的同工，所以我不需要上帝。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看见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差别。
是在于大卫他看重约柜，他当王不久之后，他就把约柜迎进耶路撒冷城，表明他爱上帝这样的一个决心，跟他敬畏上帝的信仰，把上帝的同在放在他人生中的第一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信息的题目，叫做"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"。这个礼拜我们要换一个角度，也就是颠倒过来去想，大卫最在意的事情就是上帝的同在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，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。这个礼拜我们谈的是，大卫最在意的事情是耶和华的同在。可见的，耶和华的同在对大卫来讲是一个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一个信仰。透过这个样子去凸显上帝的同在，成为他这辈子最终极的一个关怀。我想"终极关怀"这4个字，大家听得很抽象，因为这是一个哲学的用词。可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谈，大卫这一辈子当中，在他人生里面最在意的是什么？什么叫做最在意？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曾经讲过一句话，这句话在表达对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重要。我们常常都会说，如果我没有你，我就会怎么样？如果我没有你，我就会死掉。这代表着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没有一个像大卫这样在意的事情，是没有你，我就会死掉。大卫认为他没有上帝，他不行。而这样的一个信仰，来连结着大卫在对十诫第一诫的遵守。我们复习一下，十诫第一诫是什么？除我以外，不能有其他的上帝。大卫把耶和华看为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，所以大卫把耶和华视为是他的上帝，而上帝把大卫视为是他的选民。在这样的一个双向的关系里面，要证明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一个上帝，他绝对为他的选民负责到底。这个上帝为以色列任何一个百姓负责到底。所以透过这个样子，万军的耶和华用他的全能带来拯救、帮助跟保护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卫执政40年，我们在上个礼拜看见，因为有万军的耶和华与他同在。而今天大卫，他用音乐、唱歌、舞蹈来表现出他对上帝的敬拜。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会发现说，大卫他的心灵跟诚实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他的心欢喜，他的灵快乐，所以他的敬拜赞美很重要的是，他要荣耀上帝。他透过敬拜赞美来表达爱上帝，而且是尽心、尽性跟尽力。可是我们回来到我们的自己的生活，一起去思考，大卫因为上帝而敬拜赞美，大卫因为上帝而充满着欢喜跟快乐。那我们的人生、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生活，是为了什么来欢喜跟快乐？现在的人，我想最有兴趣的，或者是最在意的，大概就是升官跟发财。我如果能赚钱，如果我在职场上能够升迁，这个都是我目前最在意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杂志，不管天下，或者是远见，或者是管理人，或者是许多这些企业管理的杂志，都在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升迁，
怎么样能够赚钱。我们会看见说，我们在这样一个功利主义的社会环境当中，我们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，我们也会开始去找寻偏方，去求神拜佛。我们慢慢的忽略了上帝，也把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次序，把它不再放在第一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堕落的开始。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，就是堕落的开始。身为一个台湾的基督徒，我想我们要一起去思考，我们能够怎么样去回应，或者是表现我们爱上帝。我们身为一个台湾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要一起去想，我们能怎么样能去回应我们爱上帝。我常常都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，也一起来操练。我们最基本的是可以用我们的声音来表示我们对上帝的爱。什么是用声音来表示？就是说，当每一次我们在唱圣诗的时候，当每一次敬拜团在前面带歌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大声的一起来唱？不管是圣诗，不管是敬拜赞美的诗歌，这个都是一个礼拜。我们能不能大声用声音来去表示？包括主理或者是司会在带领大家祷告的时候，最后我们在说阿们的同时，我们能不能也大声的来回应阿们，诚心所愿？我想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，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礼拜堂当中，我们要用心灵向上帝敬拜赞美。这个敬拜赞美不是鼓敲、吉他弹或者是贝斯这样弹，而是我们要用心灵向上帝敬拜，透过我们的声音来表示我们对上帝是在意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说，现在旧约都已经跟我们讲约柜不见了，约柜不见了，所以现在也不知道能用什么来象征约柜。可是牧师要很严肃的来提醒大家，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，圣餐桌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约柜。圣餐桌放在一个礼拜堂的中心，它所代表的就是上帝临在我们的当中。所以我常常跟办公室的干事提醒，我们的圣餐桌尽可能的不要随意乱动，因为这代表的是上帝的临在。我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如果当你踏上讲台的时候，也能对这一块圣餐桌能够有尊重，因为它所代表的是一个上帝临在的记号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看第6节到第11节？今天的经文里面第6节到第11节告诉我们，利未人的后代乌撒跟另外一个这个叫做亚西约，他们看见约柜在车子里面，约柜在车子上面快倒下来的时候，他用手去扶，结果他们两个被上帝击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对约柜的不尊重。其实如果我们今天严格来讲，如果刚刚各位弟兄姐妹有听到一个重点，约柜它在出埃及的旷野当中应该是用扛的，或者是用提的。可是其实今天大卫他做错了一件事情，他居然用车子来载约柜。
这个坦白讲，在整个利未人的服事当中是不对的。可是我们回到另外一个现象来看的时候，是当今天圣餐桌在教会的中间的时候，牧师跟长老在这边服事，也代表的是圣经当中的利未人在进行分别为圣的一个礼仪。所以我在这边希望我们的长老，特别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记得，当今天这一块圣餐桌在这边的时候，是代表着上帝的临在。我们进到礼拜堂里面，因着上帝的临在，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动工里面跟上帝相遇。所以圣餐桌的上面有圣经，台上的讲员每一句话是以圣经为根据来跟大家做分享。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礼仪里面，都提醒着我们，我们要敬虔，我们要敬畏，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清楚的去表现我们对上帝的尊重，因为上帝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最在意的一个对象。所以我常常感谢上帝。我从神学院1年级开始，我第一间实习的教会在高雄，这一间教会到今年为止已经103年。第二间教会在屏东，已经150年。第三间教会还是在高雄，它已经超过100年。而我牧会的教会是146年。在这样一个传统的教会里面，常常都会听到弟兄姐妹会讲一句话：我们来到教会，要把我们最好的衣服穿来到教会，因为这是对上帝的一个敬畏跟敬虔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然我不是要求大家你要来教会一定要穿名牌，要穿这个华丽的服装。可是我们应该要用我们的生活跟生命，不断的去做信仰的告白，让更多的人知道，我们的生命里面最在意的是爱上帝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，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本身，我们能够怎么样去表现我们是爱上帝的？除了刚刚我们说的用声音，其实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用行动去爱上帝。当我们用行动去爱上帝的时候，不一定是说要像大卫这样唱歌跳舞敬拜赞美。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每一个人的生活，都应该要像大卫一样，用爱上帝的态度，在你的生命当中认同这个上帝，并且委身在这个上帝。所以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的长老教会很多教会的周报上面都会跟大家提醒基督徒有几要。以前我在总会的时候，我常常看有从4要到5要到6要，甚至到现在的8要。不管几要，都是在提醒着我们：第一个，敬神爱人；第二个，要天天读经；第三，要常常祈祷；第四，要殷勤聚会；第五，乐意奉献；第六，领人归主；第七，服务社会；第八，维护生态。我们要爱上帝，简单来讲，就是我们要去做让上帝所喜悦的事情。我们要爱上帝，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在意上帝，那么我们就能够有爱上帝的行动。我们在这个世代，我们有在意上帝，我们就应当要用欢喜快乐来取代忧愁跟抱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生命见证，特别我们在这阵子透过撒母耳记上到下大卫的记载当中，我们还是清楚的看见大卫的人生当中，如果没有上帝，他一切都是空虚的。如果大卫的生命里面他没有上帝，他只不过充其量
是一个放羊的年轻人，或者是一个军事家。可是他的生命当中，因着上帝的同在，他对上帝的认同委身，来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。所以最后我要鼓励，也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，特别在这个世代当中，认同上帝、委身上帝，是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重新找回成长的力量。因为大卫他在意上帝，大卫得到上帝的赐福。当我们在找寻人生的幸福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先找寻到上帝？因为一切的幸福是从上帝而来。愿主来带领我们，也来看顾我们淡水教会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在意上帝，愿意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，愿意在意上帝有没有与我们同在。透过这个样子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见证，来荣耀上帝的圣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上帝的看顾。虽然有时候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很爱上帝，可是我们在生活、在生命当中所表现出来的，却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。我们也求上帝来看顾跟赦免我们，也让我们不要像扫罗一样不在意上帝，是让我们像大卫一样，能够完全的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的爱主上帝。透过主你的保守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因着上帝来得到大大的福分。愿主来看顾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